台南成大扶轮社自1997年创立以来，持续关注社会公益，长期支持儿童发展等议题。除了持续赞助希望之光、天主教善牧基金会以及红鼻子医生等公益团体，也曾经举办原声童声合唱团公益音乐会、武林剧团公益演出等。现任的社长蔡世龙有书表示。成大社28年来一路走来，我们秉持爱心不落人后为社会公益来贡献的一份心力所以今年我们也响应我们台南市政府台南400年的文化系列活动所以我们也在我们龙总监还有我们陈美企业的陈董事长以及我们屏东西社还有台北华东分社以及我们台南成大社各位各位社友们大家的支持下，来促成了这项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伫这岁耶诞公益市集，也特别选定了见证台南400档历史发展的承德剧堂举办。我们也秉持着珍视传统展现未来的理念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选在所以我们具有见证台南历史文化的这个承德剧堂来举办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公益的活动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承德剧堂它见证台南我们历史文化400年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们今天也在圣诞节前夕，我们也寓教于乐我们也有这个儿童的彩绘木鞋以及香饼的制作同时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米兰发型的意见相信在这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的健康检测为市民的健康来把关。原放大公町圣诞公益市集现场除了有济大饮食、文创、游戏等特色单位，米兰时尚发型也派出济位设计师义展，更有安排成大病院、部立台南病院等单位合办的 AI 预防中风筛检、肺癌筛检、大肠癌筛检、妇女黏癌筛检、子宫颈抹片检查等，为民众的健康把关。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